先用10秒钟介绍。我们嘎更乐团参加世界鼓王争霸战，这首歌得到金鼓王。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哟咿哦呀，好啊呀嘿呀，好啊呀嘿呀，哦咿哟咿。호여인 호야 Come on.
谢各位热烈的掌声。我们得到鼓王争霸的金鼓王，但是真正比赛的不是这一团，而是他们的上一团。所以这个年幼的生命承接了这个棒子。所以各位13年来还没有来看过我们表演的，请留下来。我们每天都有表演，处长这边可以作证，我们每天都有表演。所以全世界阿美族最漂亮的地方就在阿美族民俗中心，所以各位有空可以来体验这里的美丽。接下来这首歌是马兰部落称这首歌叫《老人饮酒欢乐歌》，我们都历部落称这首歌叫做巴拉放。巴拉放跟都历跟马兰部落的唱法不太一样，所以现在要领略这个不一样，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愿意用我们从祖先承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歌，一首一首的来跟各位分享。Hey
很可爱的妹妹们在各位的当中吹奏鼻笛，有没有听到鼻笛的声音？各位一定没有听到。如果你要听得很仔细，请到阿美族民俗中心听啊。好，我们所有出的今天的音乐都在我们的专辑里面。各位如果要收买我们的 CD 选购的话，一定要到阿美族民俗中心。收买 CD 应该收藏了，应该是收藏哈。好，接下来是都立自己年轻人的组合，嘎根乐团跟交响乐合作，跟高雄市交、跟台北爱乐交响乐，甚至跟多伦多温哥华交响乐合作。但今天呢，很单纯的用吉他、排笛跟歌声来合作，非常好听的《都立之歌》。